各位辛勞嘅照顧者，你睇每日都默默付出，為家人提供無微不至嘅關懷，真係好偉大。但係好多時我哋會聽到一種講法，就係照顧者嘅自我照顧好似係一種自私嘅行為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。自我照顧絕對唔係自私，而係一種必要嘅投資。有啲人可能覺得自我照顧係一種奢侈品，只有得閒嘅人先可以做到。但係我哋要明白，自我照顧並唔需要花好多時間或者金錢，佢可以好簡單。點解自我照顧咁重要呢？首先，佢可以幫助我哋避免身心俱疲，即係所謂嘅照顧者倦怠。當我哋自己都筋疲力盡嘅時候，又點樣可以好好咁照顧其他人呢？其次，當我哋照顧好自己，我哋先可以有更多嘅精力同耐心，提供更好嘅照顧質素。所以自我照顧唔單止係為咗自己，亦都係為咗你所愛嘅人。我哋可以嘗試一啲簡單嘅方法，例如每日抽10分鐘做下伸展運動，或者聽下自己中意嘅音樂，又或者只係靜靜地坐低，深呼吸幾次，俾自己一個喘息嘅空間。記住，你哋健康同幸福同樣重要，照顧好自己，你先可以走得更遠，做得更好。請你一定要將自己嘅福祉放喺優先位置，因為你值得被關愛，值得擁有休息嘅時間。多謝你嘅付出，希望你都可以好好照顧自己。